呢度係位於上水古洞嘅何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，呢個係糅合中西建築風格嘅建築物，正喺度講緊一個關於重生嘅故事。翻開泛黃嘅病歷卡，呢度係新界區最早期嘅鄉郊診療所之一，喺1934至73年間，佢不單止係迎接新生命嘅產科中心，更曾作為印度籍軍人嘅療養所。歲月流轉，醫局後來轉型為普通科門診，對金錢村、古洞同埋河上鄉嘅居民而言，呢度有住無可取代嘅意義。昔日嘅診療所，如今化為新一代與古蹟同埋大自然對話嘅起點。從精細嘅生態觀察中，我哋療癒大地，亦都延續咗呢座古蹟百年不變嘅守護使命。